就来看高雄有民众驶车驶离的林横台88快速道路，看到头前一台车一个女乘客突然间把车门开开，行去路径。这个惊险的过程是让后边驾驶看到流庆官，赶紧来报警。但是警方赶到场的时阵，已经无看到人了。 轿车伫快速道路驶到半中途，就停落来，车门向拍开。他的车门乘客落车后，是在干嘛？竟然直接行对路径，后边的驾驶是看甲真紧张，太有人中途落车。就这样很没道德，我觉得大家都是读书人，这样。 很不好啊，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。那加上大家一生气就跳车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很夸张哎。如果我赶时间嘞，他就是不仅伤害到自己，也是会伤害到别人。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危险，有可能会造成连续追撞的一些问题。很多人现在情绪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做到很稳定。有民众伫高雄林横区第88线2.6公里迄搭，看到头前车的乘客唔知是安怎向落车，行去到路径，了后规个人转苦落来，随通报警方。警方后续将主动联系车主到案说明。 依法厘清相关责任。警方到现场无找到这个女子，后续也将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。因为边仔是工业区，车流真多，有未少大车会对遮行。想要告诉民众唔惊死，伫遮落车，伫快速道路违规减速、临停，甚至落车行路，行为已经违法，相关强制爱护法万2块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